爷爷在哪个样去？今天来考人在打的孩子。抓几个吧，爷爷。别吃了，出来。忙的才没多啊。几袋糖了，爷爷。买一个这个不行啊。好了。Asta. Kaiser, 我去打龙者。哎，Rafkat，来，吃肉。吃肉，马上过去。哎呦，太香！吃了吗？这是。吃了，应该。你最近忙啥呢？好久没见你了。忙着找房子呢，以前到公司太远了，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，但是太难找。租房你上5八多郑州吃了，严选公有房东指数，豪房应有尽有。我看看，离公司近各种房东房源这么多，还能视频找房呢？寻房市政都能自己看。对呀，现在开年涨租界，快去领显示特惠，而且在5八上搜索实时可知，还能尝进票，简直太香了。孩子，赶去！来。哇，吃了。狗肉吃了，爷爷。咻！爷爷吃。好。来，Rafkat。谢谢。爷爷吃吧。放心吃多一点啊，爷爷。开源了这个肉。对，一只羊的羊。对，来，多吃一点。哎，大爷，看到了没有？刚做了个烤全羊，你来不来？给我留一点，我刚下车了，晚上过去。好。好。可以，对不对？自己带他人家吃爷爷。
来吃爷爷来吃。